看什么看？摄像机就在前面，过去。现在我们就按照拍戏的模式来，你要表现出在雨中，很冷，非常冷，冷得发抖。Action！ 别光抖啊，说台词。我们快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从前了。怎么这么冷啊？我让你表现出冷，不是让你说冷，你怎么这么笨呢？因为真的很冷啊。安林，你以为做演员这么容易呢？你知道吗？安峰做了8年的练习生，8年的努力才换来舞台上星光闪耀的5个月。他的心路可以更长。这部电影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现在好了，说说你的角色吧。我饰演一个心思缜密、严谨执着、外表冷酷、内心充满正义的卧底警察，在追查一次追查了很久的案件中，涉入了地下组织。我在地下组织里出生入死的兄弟不小心发现了我的身份，我以为他会杀了你，但没想到他却因为我而死。我很痛苦。你来了。有意思啊，我已经知道了全部。你不会知道真相的。我不需要知道真相。安利，你干嘛呀你？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对，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试戏的时候就这么演。夏觉、夏总，这一次王朝阳肯推荐安林，我们是不是功不可没？现在到了争功的时候了吗？正确的说法是，韩歌手转行做演员，安利成功，我们功不可没。其实我认为这次说实话最功不可没的对象，就是银子同志了。那当然。哎呀，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什么？这每个大明星一般都有自己御用的摄影师，可是安林的摄影师在哪？你早干嘛去了？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到哪儿找安利的摄影师呀？不行，这我不能出错，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御用的摄影师。这种摄影师得有范儿，得帅，得技术好，还要有好的设备，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张颖，摄影师，这就是命啊！这些都是你偷拍的？这不是傅雨熙吗？天才呀！这个照片拍的真不错哎。你做这些不仅仅是因为爱好吧？你究竟想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些照片来威胁我们？你们误会了。其实呢，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可是上次被你们拒绝之后，其实我挺不甘心的。所以只要你们帮我达成我这个小愿望，我就免费帮他当他的专用摄影师。哎，听起来不错哎。你的愿望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只要让我见到傅雨熙，为他拍1次照，我就可以办成我个人的摄影展，可以吗？成交。这个点，傅雨熙应该在拍摄杂志的封面。右手边第2个房间就是摄影棚，他有2个摄影师，现在给他拍摄的应该是中国摄影师。不过按照他的习惯，一会儿肯定会换外国摄影师给他拍，到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这些恢复照片可以了。
全部删掉。处女座真是招人恨。哎，哥们儿，告你了。机会来了。那个，就是外国摄影师的翻译。哎，先生，不好意思，我要打一个紧急的电话，可是我的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给你用。谢谢，你真是个好人。我先上趟洗手间，等会儿再回来。影子，号码发给你了。先生，谢谢。没关系。喂？你不要管我是谁，你听我的，马上到我指定的地方，不然的话你会很后悔。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知道你姓梁，你叫梁毅，你们家住在东湖区湾湖国际4栋7单元601室。你老婆现在正在怀孕，医生说胎儿的胎位不正，你需要让你老婆休息，而且你现在还正在给一个国外的摄影师做翻译，正服务于大明星傅雨熙，我说的没错吧？你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找你。请你用最快的速度到西城区古民居98街吉吉食川料理。好，我现在就来。搞定。你干嘛？你这样冲进去，保安立马把你赶走。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太激动了，就像在做梦一样，整个人都是飘的。 Hey, Mrs. Fu, it's my pleasure to see you today. You know what? Today I'm going to take more beautiful picture for you. So let's start, please, please. Okay? Yeah. Okay. You know what? Today I'm going to make you more beautiful. So just look at the camera, okay? Look at the 小 camera 姐 here, okay? 需要我上吗？再等等。 Look at the camera, okay? You know? Oh, Yeah, yeah. Okay. Okay, the side. Okay. Yeah, okay. okay. No, no, it's not good enough. It's not good enough. Show me the side here. Show me the side. Okay. Okay. Yeah, look here, the side. Okay. Yeah, okay. Yea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Come on, God, come on, God, come on, God. What is my translator? It is working time. I'm gonna fire him. 阿玲，你可以上了。 It is working time. I'm gonna fire him. Sir, I can translate. I wanna make her more beautiful, more beautiful. Okay, please translate to her. Okay. OK，他说他希望你可以更加的成熟妩媚一点的那种感觉给他。 Okay. Okay, it's 你 easy. 告诉他，包他买。 Sir, she said that you can go. We're done here. What? Seriously? It doesn't matter.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Hey. Fuck it, that. Doesn't matter. It's not you. 他说你怎么拍都不好看，这不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怎么拍都不好看，所以就走了。张颖，该你上场了。懂什么叫东方美吗？他谁呀？你好，雨熙小姐，我是杂志社的新晋摄影师。拍一张试试吧。就你了。你别说，那小子认真工作的样子还挺专业的。而且还很帅气。安宁的御用摄影师非他莫属。
喂，哎，看到了吗？网上都知道我拍了傅雨熙啊，你看到了没？当然了，这可是我一晚上通宵奋斗、不眠不休的结果。谢谢你们。谢就不必了，答应我们的事该兑现了吧？请您吩咐，主子。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新任务啊？这个安陵花费的时间也太长了，好无聊哦。我是真的不懂，你说夏菊是怎么想的？你们这是怎么啦？干嘛这样看着我？有什么事吗？夏菊啊，松龙有道的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告一段落了啊，已经帮安陵变成安风，而且接到了这个角色。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在网上去接一些新鲜的、有意思的活来做做？我同意啊。你看看啊，网上有很多可有意思了，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你看看。没有新任务，只有安峰这一个。什么意思啊？我放在这儿策划案，你们都没有看吗？我一早就放在这里了，你们竟然都没有看。夏菊啊，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案子我们有没有看，而是在于安陵她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演员了。难道你要让安陵一辈子演安风吗？下来的事业，怎么完成？取代它，完全取代它，从影视到音乐，到广告。打住！你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真的要这么做？是的。不是。夏雪，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弄假成真啊？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既然安峰整容失败，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我们为什么不借机将安陵作为新秀推出呢？安陵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她有实力的，可以取代安峰。夏雪，你现在脑子有问题吧？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想的是让安陵借助这个电影逆袭，像安峰一样，是不是？是啊。是什么呀？电影已经要开拍了，我相信以陆天启的实力，安陵一定会被安峰的粉丝认可。这样我再跟公司沟通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安峰啊？安峰的遭遇，我们大家都很同情，但是事已至此，我们有什么办法？万一他不能再回到以前的容貌呢？我们等不到他复出怎么办？难道让安陵一辈子给他做替身吗？再说了，如果安陵发展得好的话，以后也可以帮到安峰。你这么做根本就是在放弃安峰。安陵，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安陵，你有没有为安峰想过哪怕那么一点点？夏雪，你真是越来越固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们给我一个理由啊！这需要理由吗？安陵她是一个人，她不是被你玩来玩去的玩具。她已经为安峰做的够多了，她就不能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吗？看来你们都反对我了。当然反对啊！反对，我反对。剧情打造计划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目的，
8年前，我们4个都是刘华的粉丝，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这8年来，我们大大小小接受过各种各样的委托，但都离不开一个宗旨，那就是帮粉丝逆袭。粉丝逆袭，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4个字，它绝对不是让粉丝变成偶像。你现在已经偏题了，你脱离了我们的宗旨。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会选择安陵。巨星打造计划不会停止，我不会轻言放弃。夏雪，你要是真的那么决定的话，就和我们一开始成立偶像6手俱乐部完全违背了。你这是在帮助偶像，而不是粉丝。飞哥，你竟然这么以为？梦瑶，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影子，你呢？好，既然你们都认为我现在的行为跟我们成立俱乐部的行为相悖，那我走。我相信，现在安陵更需要我。好了，佳玉，别生气了，为了一个外人不值得。说过了，安陵她不是外人。是，安陵她不是外人，我是外人吗？飞哥跟梦瑶是外人吗？你看看，这边有我们一起创造的一切，你就愿意这么舍去吗？影子，你愿意跟我一块走吗？小娟，从大学开始，我们4个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打拼，一起闯，经历过特别穷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看到过希望。荣辱与共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舍弃你，我也不希望你想过要舍弃我们对方。但是今天，我不是来跟你走的，我是来劝你不要走的。好吧，影子，我不勉强你，也别勉强我，你留下吧。走。所有的一切和我的爱都将深深被掩埋。相隔太遥远，还是擦肩而过，缘分太浅。没想过结局是暗恋，从一开始就已疏远。相遇相见，等你世间繁华看遍，相爱相恋，只愿陪你任性。相忘于世。